好多人成世都搞唔明一個極度反程式解真商，我哋日日用解港元，根本唔算真正解主權和幣。你手上每一張港幣鈔票都唔係香港政府憑空印出嚟解法定和幣，品質上只係銀行抵押美元換嚟解字母擒贈。點解香港擁有龐大海外匯取幣，40幾年匯率零大跌，卻完全冇自主調節經濟改和幣權利？呢套表面睇穩到冇朋友改金融制度，到底帶咗咩隱性代價俾香港？又點解明明有諸多短片，卻始終冇辦法被取代？今日呢期影片，我拋棄所有教科書式解枯燥講解，所有官方套話，用最直白、最貼地解邏輯，從港元解真實品質，聯匯制度解起源陰影，被動跟隨美國加息解民心大價，金管局雙向調控底層邏輯，果計資金套息收急套路，數碼港元未來變革8大米道。完整拆解呢套支撐香港果計金融中心地位，卻徹底綁定香港經濟命脈，啟百年金融機制。睇完呢條片，你會徹底睇明香港呢40年啟金融穩定，到底係真實力，定係一場被動換嚟啟雲賀祝福？首先，我哋直接推翻所有人啟固有認知，重新定義港元啟真實身份。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同地區啟和幣都由中央銀行統一發行，擁有獨立啟儲備權、和幣調控權，經濟冷熱、通脹高低，都可以透過貨幣政策靈活調節，但香港係全球極少數完全跳出呢套規則啟境解體。嚴格嚟講，香港冇自己啟主權和幣發行權。我哋而家鳥通啟所有港元紙幣，全部由3間私人銀行負責發行，分別係匯豐銀行、中國銀行、香港分行、渣打銀行、香港分行。而且呢3間銀行冇任何一間可以隨意印銀紙、隨意擴大和幣鳥通量，成套發鈔規則極其嚴苛，甚至可以話係極度死板。根據香港法定條例，3間發鈔銀行每想印多1分1毫改港元紙幣，就必須預先向香港外匯基金全數繳納對應改美元取幣，1分都不能少，1點都不能假。當銀行足額繳納美元之後，香港金管局先會核發一張對應改負債證明書，而呢張證明書先至係港元可以合法鳥通啟唯一核心依據。簡單講一句大白話，冇美元抵押就冇港元。每一張你手上啟港幣，背後都係一筆對應啟美元資產，係銀行抵押換嚟啟字母擒贈，唔係政府信用背書啟主權和幣。好多人覺得呢套機制太僵化、太落後，但查下呢份100%啟嚴謹，撐起咗港元數十年啟匯率穩定。截至2026年6月底，香港外匯基金總資產高達44,636億港元，對比2025年年底，足足增加咗3,024億港元。市場上鳥通啟每一港元背後都有錯誤美元資產包抵擔保，呢個亦係點解歷經無數金融風暴，港元匯率從來唔會出現崩盤式暴跌啟核心理氣。更加有意思嘅係呢套支撐香港現代金融體系啟核心機制，根本唔係現代金融策機，而係一套不折不扣啟百年殖民二流制度。佢啟起源可以追溯到1932年啟和幣條例，當時香港廢除白銀本位，請借要求所有銀行交出發鈔對應啟白銀取幣，運署官方啟負債證明書。當時啟掛鈎標啟係英鎊，完全照搬英國啟殖民金融體系。後來全球金融格局重組，微軟取代英鎊成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，香港只係簡單替換咗掛鈎和幣，將英鎊換成微軟。至於成套發鈔邏輯、監管規則、運行架構幾乎一字未改，全盤沿用。即係話，而家我哋見到啟印住紫荊花銅印啟全新港元紙幣，外表係21世紀啟現代拆機，但底層運行啟係一套經緊100年啟富國金融邏輯。香港啟基礎和幣構層非常清晰，分為4大辦法：負債證明書、政府發行啟硬幣同紙幣、現行體制結餘、外匯基金票注及自存。而呢4大辦法啟任何數量增減，全部都需要等值美元儲備作為十足支持，連彈性連得嚟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應該就明白港元點解永遠穩定，永遠唔會亂貶值。但緊接住一個更扎心啟問題就嚟啦。呢套表面完美啟穩定機制，到底係點樣束縛香港經濟啟？想睇明呢個問題，我哋必須先搞掂聯匯制度啟真實出身。好多人以為1983年誕生啟聯繫匯率制度係港府精心設計、規劃多年啟頂級金融方案，其實完全相反。佢係一場徵用倭資逼出嚟啟臨時應急措施，只係冇諗到一用就係40幾年。喺1974年到1983年呢，將近10年啟時間入面，香港實行啟係自由波動匯率制度，匯率跟住市場自由波動。而1983年正值香港前途談判啟關鍵階段，市場不確定性全面爆發，全港人心浮動，資金避險情緒高漲。當時啟場景有幾恐怖，街頭每一間銀行門口
都排滿晒瘋狂兌換外幣啟示文，超市枱糧食、生活用品被瘋狂搶購囤貨，市場指對搶購潮雙重爆發，港元匯率直接斷崖式下跌，創下當時階段性最大跌幅，成個香港整容市場變亂失控。為咗基時止蝕，穩住市場信心，終結呢場金融混亂，港府喺1983年10月17日緊急推出聯繫匯率制度，強行將港元匯率鎖定喺1美元兌7.8港元喺固定水平，以固話幣發行局模式強制運行。當時所有人都以為呢個只係短期救火啟臨時手段，等市場信心恢復、風險消退就會廢除。冇諗到呢套印擊制度直接夾飛香港，成為支撐香港金融體系40幾年嘅核心基石。呢40幾年嚟，全球歷經無數重大金融災難，87年股災、97年亞洲金融風暴、08年全球金融海嘯，歷次全球減息加息週期，無數國家貨幣大起大落，匯率崩盤、通脹失控，唯獨港元始終穩如泰山，冇出現過一次系統性風險。亦正因為呢套制度喺超強穩定性，時至今日，官方依然堅定護航。2026年5月4日，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喺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明確表態，聯匯制度運行40幾年嚟，為香港帶嚟咗長期紮實嘅金融穩定，當前無意亦無需作出任何改變。面對議員提出佢掛鈎一籃子貨幣改革聯匯制度，佢建議余偉文都俾出咗非常直白嘅答案。佢話目前援籌投資市場仍以美元為絕對基礎，港元掛鈎美元係香港維持掛鈎吸引力嘅關鍵，而且從技術層面嚟講，掛鈎一籃子貨幣操作難度極高，傳中調整複雜，市場預期混亂，一旦貿然解凍，只會重創市場信心，得不償失。就算有商界大佬，好似蘭桂坊集團主席成志文，多次呼籲改革聯匯制度，認為僵化佢掛鈎機制加劇咗香港佢經濟困境，但金管局佢態度從未動搖，始終將聯匯制度視為香港金融改壓倉石。但我必須話你知，萬事萬物皆有代價，呢套令香港避過無數金融風暴改穩定制度，換嚟改代價係香港徹底喪失咗何必重殺自主權，亦係普通香港市民上小下劫吃長年承受佢隱情負擔。大家可以先思考一個問題，點解香港經濟低迷、樓市下行、消費疲弱嘅時候，我哋唔可以減息刺激經濟？點解美國加息，香港無條件跟隨加息，完全唔理本地經濟狀況？答案全部收埋喺聯匯制度改剛性規則入面。對於全球所有獨立經濟體嚟講，貨幣政策係調嘅經濟改核心武器。經濟太熱、通脹高企就加息降溫，經濟低迷、失業增加就減息放水，刺激消費同投資，完全根據本地情況靈活調整。但香港徹底失去咗呢項核心能力，我哋改利率、貨幣流量、匯率走勢，從來唔處置於香港改經濟後悔，只處置於美元走勢同聯儲局改政策決定。聯儲局加息，香港必須無條件跟隨加息；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，香港亦只能被動維持。聯儲局減息，香港先有減息空間。成個過程，香港金管局、各大銀行冇任何自主決策嘅空間。2026年6月18日，聯儲局宣布基準利率維持不變，香港金管局隨即跟隨，將貼現窗基本利率鎖定喺4厘不變。隨後匯豐、中銀香港、渣打三大發鈔銀行同步維持港元最優惠利率不變，全程零自主調整、零本地可領。呢套被動機制最終精準打喺每一個香港人身上。我問大家個最直白嘅問題：過去幾年香港樓市下行，中小企倒閉，消費持續低迷，本地經濟明明需要減息施壓，減輕供樓同經營壓力，但我哋只能眼白白睇住高息環境持續，完全無能為力。呢個就係聯匯制度最大嘅隱性代價。普通市民啟按揭月供、銀行存款利息、創業借貸成本，從來唔由香港決定，全部處住於數千公里外喺美國會議決議。本地經濟凍結時候，我哋被迫承受高息緊縮；本地經濟熱嘅時候，又可能被迫承受低息放水，完全逆周期操作。呢個亦係香港經濟周期永遠被動波動卡居嘅核心原因。好多人呢個時候會好奇，既然完全被動冇自主權，咁港元匯率40幾年嘅穩定係點樣維持落嚟嘅？呢個就必須講到聯匯制度最核心、最精密嘅底層機制，金管局喺雙向兌換保證、全震動匯率維穩系統，成個機制嘅運行區間非常清晰。港元對美元嘅官方浮動區間嚴格鎖定喺7.75至7.85之間，兩個端點對應兩套完全相反嘅自動調控規則，全程系統自動循環，無需人為干預，極度標準化、極度機械化。我用大白話同大家講透呢套邏輯。當全球資金瘋狂湧入香港搶救港元資產，港元需求暴增，匯率持續走強，
一路升破 7.75 啟強方兌換保證線時，金管局會即刻反向操作，持續向市場拋售港元，買入美元。呢套操作嘅目的就係主動釋放市場流動性，壓低過強啟港元匯率，將匯率強勁拉返合理區間，避免港元過度升值衝擊出口同市場穩定。反過來，當資金大量外流，市場拋售港元，港元需求暴跌，匯率貶值跌穿 7.85 啟弱方兌換保證線時，金管局會即刻啟用反向策略，拋售手中啟美元取幣，大量回售市場上啟港元，收緊市場流動性，執時遏止港元貶值趨勢，守住匯率地線。即係話，港元永遠唔會出現單邊暴漲、單邊暴跌啟走勢，因為兩個極端都有金管局啟強力托底同打壓，全程被鎖定喺固定區間震盪。2026年啟市場走勢就係最真實啟認證。年初港元拆息走軟，套息交易升溫，港元短線轉弱。3月中東地緣衝突爆發，市場避險情緒升溫，投資者平倉港元空單，港元再度轉強。淨喺2026年5月初，金管局就4次取發強方兌換保證，6月底到8月進選，更加係12次取發弱方兌換保證，高頻雙向干預，完美平抑市場波動，充分證明呢套自動調節機制啟好靠聲。但呢度有一個好多財經報告都冇講透啟隱藏細節，港元啟穩定從來唔係市場自然平衡啟結果，而係持續人為干預、資金反覆拉鋸啟結果。長期觀察港元實力，你可以發現佢極少停留喺 7.8 啟中間均衡價位，絕大多數時間都喺強方、弱方兩個極端來回切換，反覆震盪。目前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僅維持喺540億港元左右，處於近年偏低水平。呢個亦意味住未來一旦資金外流加劇，金管局弱方干預改緩衝空間會越嚟越少，港元拆息短期急升改風險正持續累積。美銀環球研究就明確預測，隨住聯儲局加息預期升溫，港元好容易貶值觸發 7.85 弱方線。一旦金管局入市干預，壓縮市場流動性，隔夜港元拆息隨時可能飆升至6厘高位，進一步加重全港供樓借貸壓力。講到呢度就不得不提聯威制度最諷刺、最核心喺結構性矛盾。制度追求絕對穩定，卻因為過度穩定，養出咗長年收急香港市場喺過街套息資金。好多人唔明咩係套息交易，我用最簡單啟話講清楚。套息交易就係過街大資本利用港美息差以及港元零匯率風險啟特點，穩穩賺取無風險收益啟套利遊戲。而且呢場遊戲幾時明嚟從未停止。當港元利率低過美元利率嘅時候，過街資金就會借入地整份改港元，兌換成高收益改美元資產美債，穩穩賺取固定改息差利潤。大量資金集中做呢套操作，就會直接造成港元需求下降，資金外流，港元貶值。反過來，當港元利率高過美元利率，資金又會大舉湧入香港，兌換港元，存放香港銀行，購買港元資產，賺取更高利息。推升港元升值，市場流動性泛濫。最關鍵睇嘅點係聯匯制度鎖死咗匯率波動區間，幾乎零匯率風險。對於過街對沖基金、跨國銀行嚟講，呢個係全球最安全、最穩定、最適合高頻套利啟市場沒有之一。制度越穩定，套利空間越清晰，資金進出又越頻繁，最後就形成咗一個永遠解唔開啟死循環。聯匯制度為咗穩定，創造套利空間，套利資金進出，造成市場波動。金管局為咗穩定，持續高頻監預，監預之後市場再度穩定，又迎嚟新一輪套利。喺呢場成年啟金融拉鋸戰入面，贏家永遠係手握萬億資金啟國際機構，佢哋交易成本極低，專業度極高，可以精準捕捉每一輪息差同匯率波動，穩穩收集被動收益。而輸家永遠係普通香港市民同本地眾籌議皮，我哋只能被動承受呢類波動，資金外流、資產價格震盪啟所有風險，完全無法參與套利、分享紅利。近期啟市場走勢都完美印證咗呢一點。雖然港元拆息短期回落，港美息差收窄，理應利好港元匯率，但港股表現持續弱過美股，引發國際資產配置調整，資金依然持續外流。港匯走弱趨勢未改，星展廉行策略師分析，前期大量借入低息港元買美元資產啟套利資金開始陸續平倉，未來一兩個月伴隨上市公司派息、新股解禁啟雙重資金流出壓力，港元拆息隨時可能再度衝高至3厘到4厘區間，新一輪套息收緊又會再度啟動。港元制度啟短板同隱患，我哋都要客觀公正咁講，聯匯制度點解始終無法被替代？佢啟利息到底一邊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香港極度雄厚啟外匯基金儲備，呢個係40幾年金融穩定啟中基防線。根據金管局2026年7月28日最新公布啟權威數據，香港外匯基金上半年錄得1347億港元啟投資收入，
拆開嚟睇，自簽投資收益491億港元，海外股票投資收益537億港元，非港元資產匯率高指上調343億港元，其他投資收益94億港元，僅本地股票投資虧損118億港元，整體投資表現非常亮眼。就算3月中東地緣政治繼續緊張，全球市場劇烈震盪，但隨住繼續穩定 AI 科技板塊帶動全球股市回暖，外匯基金憑藉多元資產配置，依然錄得可觀收益。美元債券長期維持高收益率，都為基金帶嚟咗穩定嘅利息收入。截至2016年6月底，外匯基金總資產嚟到44,636億港元，較2015年年底增加3024億港元，累計盈餘高達8,627億港元。與此同時，外匯基金嘅支持比例進一步提升，從2015年12月喺110.34%繼續走升，意味住港元喺美元儲備包底能力仲喺度持續增強。好多人問我，既然聯匯制度有咁多缺陷，被動綁定美國，犧牲本土經濟，容許過界資金套利，咁我哋點解唔更換制度？點解唔掛鈎人民幣？唔掛鈎一籃子貨幣？唔恢復自由浮動匯率？我可以好明確話你知，目前市面上所有替代方案全部都有致命短板，冇任何一套方案可以比現行聯匯制度更適合香港。首先係大家最期待嘅港元掛鈎人民幣，呢套方案嘅優點好明顯，可以緊貼大灣區經濟融合趨勢，降低兩地貿易、投資、結算嘅匯率風險，強化香港同內地嘅金融聯動。但致命短板完全無法忽視，目前人民幣尚未實現完全自由兌換，改革化、自由化程度遠不止微軟。如果港元貿然掛鈎人民幣，會直接削弱港元喺國際信用同全球流通性，動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喺核心地位，得不償失。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宋晶都明確表示，學界雖然有討論引人民幣元素，增加制度彈性，但成這筆完全因泛掛鈎標的，啟時機遠未成熟。隨意啟動只會引發市場恐慌，造成不必要嘅金融震盪。資深金融學家梁定邦都直言，當前地緣局勢變化並唔係改革港元掛鈎機制係契機，美元喺全球霸主地位短期內無法撼動。第二套替代方案掛鈎一籃子貨幣，呢套方案喺初衷係分散風險，唔再單一依賴美元，表面睇更穩定、更多元，但實際操作流動極大。一籃子貨幣需要不斷調整各貨幣權重，跟隨全球經濟各變動，規則極其複雜，市場預期極不穩定。而聯匯制度最大嘅優勢就係規則簡單、透明、可預期，全球投資者一眼就睇得明，敢於長期佈局。一旦解上一籃子貨幣，香港幾十年建立嘅絕對穩定金融招牌會直接崩塌，國際資金信心會快速流失。呢個亦係金管局多次公開否決該方案嘅核心原因。技術難度高，市場風險大，信心損失不可逆。第三套方案恢復自由浮動匯率，呢套方案最不切實際，完全唔適配香港嘅經濟體質。香港係無形開放經濟體，本土市場體量極細，完全依賴外部資金過境貿易支撐。如果開放自由浮動，港元匯率會完全被國際資本操控，大起大落，保漲暴跌會成為常態，直接摧毀香港嘅金融穩定性，徹底動搖國際金融中心根基。所以綜合所有利弊，我哋可以得出結論。短期內美元掛鈎喺聯匯制度依然係香港平衡金融穩定、國際競爭力、市場信心係最優解。未來制度喺變革唔會係人為照管改革，只會被動着基於美元霸權喺衰落速度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喺推進進度。最後我哋嚟傾一個好多人關心嘅未來機制。既然百年傳統貨幣制度無法輕易改革，咁數碼港元何解穩定幣喺落底，會唔會顛覆現有格局？我嘅答案好明確，唔會顛覆，只會迭代升級。香港正打造嘅數碼貨幣體系，完全沿用聯匯制度嘅地層邏輯，只係將實體紙幣升級成數碼代幣。2025年8月1日，香港穩定幣條例正式生效，穩定幣發行成為持牌經管業務。金管局總共收到36份合格申請，涵蓋銀行、科技巨頭、支付機構、Web3 初創公司等各類主體，歷經嚴格篩選、風險審核。2026年4月10日，金管局正式發出2張重磅穩定幣發行牌照，一張俾香港上海匯豐銀行，另一張俾渣打香港、香港電訊、安理集團合資成立開騰點心香港機。呢2間機構獲牌，核心原因唔只係技術成熟，更加因為具備穩健風控能力、興趣落地場景、可指屬營運模式，完全符合香港金融穩定核心要求。而且未來牌照數量會嚴格管控，唔會大規模開放。跟住規劃，匯豐將喺2026年下半年正式推出港元穩定幣，
和風對一 PayMe、匯豐流動理財兩大主流數碼平台，福貴個人轉賬、三可支付、投資人購等全請勁。等點金融同樣會喺首階段落地港元穩定幣，包括跨境支付、數碼資產交易、金融創新情景。大家可以清晰發現，呢套全新啟數碼貨幣體制底層規則同傳統港元完全一致，持牌金融機構發行足額美元資產底下，金管局嚴格監管，百分百儲備包底。即係話香港未來啟金融變革，唔係推翻舊制度，唔係脫歐美元，唔係更換貨幣體系，而係令百年聯匯制度完成數碼化遷移、場景化升級。舊啟金融規則、信用體系風險格局會完全延續，只係運載貨幣啟載體從紙幣變成數碼代幣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已經徹底睇明港元聯匯制度啟全貌。佢唔係完美啟金融體系，有束縛、有代價、有被動性、有套利漏洞，犧牲咗本土貨幣自主權，令香港經濟永遠跟隨美國週期被動起伏，令普通市民長年承受不必要啟高息壓力。但佢同時亦係最適合香港啟制度。40幾年嚟抵擋咗無數金融風暴，用絕對啟規則透明、超強啟外匯包底、穩定啟市場預期，守住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啟核心地位。世間萬物皆有取捨，香港用貨幣政策啟自主權，換嚟咗40幾年啟金融絕對穩定。呢個係小衛型開放經濟體喺全球金融博弈中最務實、最理性啟生存方式。未來隨住人民幣國際化推進，數碼金融迭代，全球貨幣格局重組，呢套百年制度一定會迎來緩慢啟變革。但短此嚟，佢依然係香港金融最堅實啟護城河。睇完呢期影片，你有咩諗法？你覺得香港應該繼續堅持聯匯制度，定係適度改革，增加人民幣掛鈎比例？未來數碼港元改普及，會唔會改變香港改金融格局？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觀點，我哋理性交流討論。如果你中意呢種唔洗地、唔科普套話、深挖金融底層邏輯、改乾貨片，一定要讚好、收藏、轉發呢條片，分享俾身邊唔明港元機仔、俾市場消息糊到佢朋友。訂閱我佢頻道，打開小鈴鐺，後續我會持續拆解香港樓市、金融制度、恐困精解底層邏輯，帶你睇透市場表象，避開金融風險。我哋下期再見。